哇，两个人在本垒撞了一块，英雄惜英雄哦，这一刻会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感动。哦，这个位置哇，德保拉会觉得很失望哦，投得很不错。导播很聪明，马上带到林辉柱总教练。比较内侧来看一下，陈庸基盗垒成功，而且这个球来到了外野位置。哇，所以还是要靠资深的前辈啊。高杰这时候要被记上一次传球的失误。哇，这一次来看一下，这一次的爆头最后的本垒攻防，这边是奥斗哦。哇，两个人在本垒撞了一块，英雄惜英雄哦，这一刻会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感动。但是林岳平总教练这边出来说，这他妈的，我要看重播辅助判决。不会啊，这个比较习惯。这边看有没有碰到？对，哎呦，其实这应该是在陈荣基的左脚的位置。最后的判定呢，苏老师 out， 所以并没有改判，维持着原判。狮队的第3个出局数很可惜是在本垒发生，所以这个半局还是没有办法得分，双方依旧0-0。